离7月2日大罢免的投票，阁剩2礼拜外尔。那伫隆中动员，国民党嘛做劳工后援会，要来表达基层的心声。毛医界代表来帮罢团徛台，办公民众的感觉无适任的立委罢免手术掉，互台湾会当健康。成功，大罢免，大成功。罢免团体反共护台志工联盟吹集联合台湾医界人士开记者会，支持罢免，请民众踊跃出来投票，让台湾为更加健康的民主治理。我用医学的角度来看国会，我就用癌症医院的医师来谈一下癌细胞，它就是有一种脱序的无限增殖，以及会转移到其他地方，破坏你的正常组织，引起并发症。所以对于癌症的治疗，就是越早越好。离头一摆24个国民党立委罢免投票，敢若剩2礼拜外的时间，国民党反制罢免陆续成立后援会，找到伫新北有劳工客家团体，找到伫党中央的大楼，共讲台北市劳工团体出来反罢免。同一天，台北市长周万安家己做建好，我无同意白 T 写字陪立委徛路口拜票。因为在台北市过去没有投过罢免，所以很多支持的朋友不清楚要怎么盖。那就是盖至多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和台北市国民党5位立法委员持续的努力。7月26号，我们需要您的帮忙，我们需要大家出来投不同意票。国民党政治人物总动员，民进党立委党团嘛分几组，吹集来投协助罢免团体，强调上大咖应该是人民公民。要被罢免了，最终的时候才来临时抱佛脚，不断透过大撒币、花大钱来救罢免。这1年多来的国会乱象，唯有大罢免才能够让国会正常。投票日特别到社群平台有几项消息咧流传，内容包括蔡英文上台了，透明的票箱改做纸票箱，毛李进用甲透明的阿克力箱啊改做无透明的纸箱，这款信息。中选会规划讲，这拢是错误的假消息，强调纸做的投票箱伫2014年就开始含传统票箱难咧用，因为秘密投票原则票箱嘛无可能是透明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